我很感謝主哈。幾個月前我邀請 Samuel 牧師哈來跟我們證道，我就給他兩個選擇，一個就是跟我們走出埃及記 ，OK， 另外一個就是他聖靈感動了 ，OK， 其實是不容易，因為他是可以選一些聖靈感動的給他的一些經文，但是他還是願意，他是因為主的緣故，願意跟我們同心同行，所以我是非常感謝主，因為我給到他的是順下來嘛，剛好就排到37章，37章，剛才圖片你都看到了，其實是很難的 ，OK， 很少教會要每一章講出埃及記的 ，OK。所以但是他也願意，他過了1天到2天，他說沒問題 ，OK， 捨命陪君子啊。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謝主，他為主的緣故，願意與我們同心同行，要來祝福我們哈。所以這個很好的牧師哈，他那麼願意啊，我們也要捨命陪君子啊，一同來同心的完成主給我們的大使命。所以我很感謝主。我就有請 Samuel 牧師，我今天為他來做翻譯。好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啊！同你俾個心心喺你隔離嗰個，可不可以給你一個心，給你周邊的人，說耶穌愛你？係啊，耶穌愛你。然後俾啲掌聲 Pastor Miu， 因為今日嘅翻譯咧唔容易嘅。今天翻譯不容易，OK。俾啲 Amy， 佢後邊亦都係唔容易嘅英文。還有 Amy 啊，在後面要翻英文也是不容易。因為我今日先知道原來係咪許老師嘅仔喺度啊？係啊，因為我讀神學院嘅時候，許老師係我第一個神學老師。嗱，今天我才知道許老師的第二個兒子在這邊，因為許老師是在他讀神學的時候第一位的老師。係啊，因為我知道你係第二個仔係嘛？你是第二個兒子所以你係好中意飲珍珠奶茶。所以你是很喜歡珍珠奶茶那一位。因為我有聽書，我有聽書。因為 Samuel 牧師真的有聽課，有聽老師的東西，因為老師的東西是很難的。係對。好，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了沒有？準備好聽到未啊？準備好聽到沒有？咁我哋開始啦。咁我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先。問大家一個問題。下一頁唔該。下一頁。大家有冇咧裝過宜家家私嗰啲家私啊？有冇裝過？問一下大家有沒有安裝過宜家家私的？即係或者其他嗰啲啦，其他嗰啲未必一定。櫃子有冇裝過？有都有哈。咁我發現咧，大概咧呢個世界咧有兩種人。我發現啊，這個世界有兩種人。第一種人咧就係睇說明書嘅。第一種人就是看說明書的人。嗱，咁佢跟住咧攞本說明書，佢睇得好認真。他很認真地看那個說明書。跟住螺絲啊擺好啦，螺絲釘啊放好。板就擺好啦，板材也放好，一邊方向嗰啲板嘅方向又擺得好清楚，先擺好那些方向到底怎麼拼，那個方向都擺好，跟住每一步都照住個說明書去做，之後就跟着那個說明書一步一步來做。咁跟住裝出嚟嘅咧個結果就係咁樣啦。這結果就是圖案上面這個啦。呢個櫃係我屋企個櫃，但係我唔係我裝嘅。這個櫃子就是我家裏的櫃子，但是不是我安裝的。第二種人啦，第二種人呢？我係第一種人嚟，我睇說明書。我是第一種人，我看說明書的。第二種人咧就係唔睇說明書嘅。第二種人就是不看說明書，就是我啦。跟住啦，個盒翻嚟嘅時候就拆開，唔使睇啦。他們通常就是買回來，箱子打開就不用看，即裝啦，差唔多啫。我會裝啊，差不多啦。咁裝到一半嘅時候，你發咦弊啊？點解多塊板嘅？但是裝到一半嘅時候就發現糟糕，怎麼多了一塊板呢？咦，點解道門閂唔到嘅？為什麼那個門關不了呢？點解又好似左邊同右邊又調轉咗咁樣？又好像為什麼左門跟右門又對調一樣呢？好似圖咁樣啦，就好像現在這個圖一樣啦。結論出嚟啦，宜家一定有問題。所以他們結論出來就是肯定是宜家家私不好，有問題。但係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下一頁唔該。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，宜家家私嘅說明書咧，宜家家私的說明書係唔可以馬虎嘅，是不可以馬虎的，要一步一步我哋跟住去裝，要一步一步的跟着去安裝的。睇落去好似好簡單，看起來很簡單，
但係如果我哋冇跟住佢裝嘅話咧，咁得出嚟嘅結果咧就係上一嚿嘢咁咯。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根據它的說明書來裝的話，我們裝的那個櫃子啊就不像樣了。對啦，嗱，我哋今日要睇嘅經文咧，頭先讀過就係出埃及記37章。今天我們要學的經文就是出埃及記37章。嗱，我哋好多基督徒一望見睇見出埃及記37章嘅時候咧，就有兩種印象嘅。通常基督徒一看出埃及記37章的時候有兩極化的現象。第一種印象就哇乜咁悶嘅？第一個印象就是哇很無聊。下一張唔該。裏邊講就係上一章。嗱，佢咧裏邊講，咦？點解又係精金啊？又呢個做甲木啊？又講呢一個尺寸啊？又講做法，跟住然後咧又再講有精金啊，又做甲木啊，又做法又尺寸。他們就很疑惑，為什麼37章一直重複，又叫精金，又造假物，又其他，又要再重複精金，又造假物呢？造假物呢？唔係講一次喎，講4次喎。不是講一次喎，是總共講4次喎。嗱，如果我哋靈修嘅時候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第一次睇聖經嘅時候咧，我就跳過，我冇睇嘅。我告訴你，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經文靈修的時候，很久以前，我看完第一次之後，我就會跳過不再看了。因為你都知道聖經裏邊有好多經文其實都好悶嘅。其實可能你會覺得聖經裡面很多經文都很無聊的。譬如好似話馬太福音一開始嘅耶穌嘅家譜，比如說馬太福音第1章一出來就是整章都是耶穌基督的家譜。我就冇睇啦，第一章。我當年就沒有看了。但係呢家當然知道係寶啦。當然現在我就知道它是一個寶來的。民數記哇，全本都係其實人口統計調查嚟嘅。民數記整本書就是人口普及嘅書來的。我就跳過，我唔睇嘅。我也跳過不看的。呢個一定係好悶嘅。呢這個一定是很無聊的。好，第二個印象就係覺得，咦？下一頁唔該。第二類的人，他們看見第37章有一個反應。點解25章講完之後，37章又再講一次嘅？他們會問，為什麼21章講完25章講完之後，37章又再講呢？25章裏邊講約櫃，37章又講約櫃。25章講約櫃，37章又還是講同樣的。25章講陳設餅嘅桌子，37章又提陳設餅嘅桌子。25章說到陳設餅的桌子，37章也是講那個桌子。嗱，25章又講燈台，37章又講燈台。25章講燈台，37章還是講燈台。嗱，咁25章就冇提到呢個香壇嘅，30章有講香壇。25章沒有提到香壇，但是37章它有啊。睇落去，哇！有冇睇錯咗？有冇調轉咗翻錯咗啊？有時候會看到會不會弄錯翻錯，是25章還是37章啊？睇落去，喂，摩西有冇咁求其？佢寫嘅時候，佢係咪 copy and paste 抄錯咗啊？我會疑問，喂，當年摩西你怎麼樣？會不會抄襲的？你懶惰抄襲，把25章再重新抄多1章37章？因為佢可能寫嘅時候已經好老嘅時候睇唔清楚25章，我就抄多次咯。會不會當年摩西你寫這個經文的時候，你老眼昏花的時候，不知不覺又抄多一遍呢？咁梗係唔係啦？那當然是不是啦。但我哋睇到其實咧有一樣嘢俾我哋睇到嘅，就下一章唔該。有一樣事情讓我們看見的。25章咧其實係講神講，25章是神說。出埃及記37章咧係人做，而37章是人造，人做出來。神咧喺25章裏邊咧，其實咧係一個藍圖啊。25章是神給一個藍圖，37章咧係一個施工，37章就是施工啦，做起來了。25章咧其實係一個說明書，好似宜家家私咁樣嗰個說明書。25章就是一個說明書，就好像宜家家私的說明書一樣。37章咧其實一件製成品嚟嘅，而37章是一個製成本啊，已是成型的那個櫃子啊，那些家具啊。嗱，咁我哋下一章唔該。我哋喺37章呢段經文裏邊，我們在37章的經文裏面，我哋去學到一啲乜嘢嘢？神要我們學到什麼？
我哋知道其實今日嘅主題最重要就係神睇重嘅係是否忠心遵行，人是否忠心遵行佢嘅吩咐。今天的重點就是神看重的是人是否忠心的遵行他的吩咐，因為神嘅同在，豈可馬虎？因為神的同在，豈可馬虎？